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验牧师。6月20日，永远的依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路得记3章5到11节。祷告的金句在3章11节。路得，不要担心，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会替你办到。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贤惠的女子。昨天我们说到全岛还最大的年轻人讨论区 Dcard， 在去年有一个很有趣的调查题让大家来投票跟讨论那个结果我们说今天要来公布，也就是根据卡友陪审团的投票结果是 33% 的卡友认为女生有先天的优势，也就是女追男隔层纱，33% 的人认为对的，而67%的卡友认为女追男，那男生还是会考虑的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今天的经文这18禁的内容昨天这个婆婆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婆婆啦，可以这样讲，她原来从那悲伤中然后从悲伤中醒悟过来只因为她的媳妇路得在田里10岁1天，从空空的手到回来，几乎扛回来一个人1个月的这个量，他就心中被叮整个亮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所工作的地方被恩待的这一个主人叫波阿斯，是他先生家族里面的这个亲属，按照当时候的风俗，其实他是有义务要照顾他们的。但是他等了1个礼拜2个礼拜，小麦大麦都已经收割完了，可以说是已经到了4到8周以后，竟然都没有动静于是这个婆婆呢就出手啦她觉得上帝要她出手她就出了主意，要她的这个媳妇撒点香水然后偷偷的就到这个波阿斯收完割，在大麦场他们会等于是算是来宴请这些工人那禾场，在这个禾场上睡觉的时候，这个酒后这个欢乐之后，一定躺下会没什么感觉他去掀被子躺在他脚下他要路得他的媳妇做这个事这是我们昨天看到这个拿俄美他的办法呢我们看今天就知道他会不会被主移送法办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路得回答说，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于是路得到禾场去，照着她婆婆告诉她的做了。波阿斯吃完了喝够了，心情愉快，就到麦堆旁躺下睡了。路得悄悄地走了过去，掀开被子躺在他脚边。到了半夜，波阿斯忽然醒了，转过身来，惊奇地发现有个女人睡在脚边。他就问，你是谁？他说，先生，我是路得，你的婢女，你是我的至亲，有义务照顾我，请你娶我。波阿斯说，愿上主赐福给你。从前你对婆婆忠诚，现在你对已故丈夫的家族更忠诚。你大可以去找年轻人，不管他有钱没钱，你却没有这样做。路得，不要担心，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会替你办到。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子。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不免会猜猜看，这中间到底波阿斯跟这个路得，他们是不是有人与人的连结呢？我想
其实从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也都有这样想到，因为他们从经文里面去推论的这一段，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我们知道在这里讲到路德是一个贤惠的女子，其实这是对当时候的一个女子，特别她是一个新住民，而且是跟以色列人的民族是对立的，用这样子的说她是一个贤惠的女子。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如果长一辈的人会说这个叫做邻嫁嫁了，等于是被尊重的女子哦。所以波阿斯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子让这样的事情是合神心意，这是重要的，而不是用自己的办法，那么可能就走岔了路啊。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也透过波阿斯对路德的话，也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命运改变有个确据，就是神要拯救我们到底。正如波阿斯的话语里面所说的，愿上主赐福给你，从前你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你怎么样怎么样，但不要担心，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会替你办到。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贤惠的女子，大家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主，每当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只要我们信靠他，他总在我们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使我们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的希望。因为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上帝。主，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歌再次来跟神来立约，领受神给我们的确据。他的确据是爱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不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生命环境都遇到了困境呢？甚至我们听不清楚主旨意，甚至我们跟随的脚步是摇晃的呢？这位主，他愿意陪伴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他愿意改变我们的命运，因为他有个确据，就是来信靠他吧。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不要担心，
无论你求什么，我都会替你办到。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子，大家都知道你是属于这一位上帝的儿女，尤其是那看不见的世界。在那样的诠释下，我们需要属于神的，好不好？我们来默想，我们凭信心来兑换命运改变、被拯救到底的这张上帝开的本票，我们兑现了吗？快来吧，快找最在乎的人来被上帝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风浪中，主啊，你深深知道我们，你要我们依靠你，你有一个邀请，就是只要我们愿意看看自己怎么了，然后主你要介入，因为你早就发出那救赎福音的邀请。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你要我们一边走，主啊，你一边施恩惠，即便我们还不想回转，主你仍然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就可惜了。主，愿我们即使回转，一生蒙福，重点在我们要全然信靠，我们重新能够获得新生的机会。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你爱我们爱到底，你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就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随时随刻我们都知道谁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他是靠得住的。我们用信心来宣告，那神迹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下次见。